万恶不赦妖道毕中毕，这处理难脱良心了。何英，阴阳合一。连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阴阳二气兼无下冤，快来！抢我一hand，惊天波多啦！我没有啦，啊，剑臂断，慢走！原来你就是乌森林内面的人嘛！去吧！啊！毕东毕啊，是怎样无将乌蝇给收掉？这是为了机会，有所不知。这个人的头下有插一个十字，这个就是乌森林内面的歹徒。假使若是该收敌但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。我这人都无该太死。哦，果然这代是啊，赶紧找找老和尚，遵命。你那怕输也找你边叫啊！你讲我啊，他大骗我嘞，无敌无够啊！啊，大针都开嘞，哇！你导航无？你导航无？也给他杀！你导航无？哈！老师已经导航啊呢。你唔好甲讲，导航你叫伊导航我，我若叫伊就听，嫌就行，要若无，安怎要哪用哩？我甲你讲啊，阮老师若叫你就听，要若嫌你就行啊，记得吧？主席啊，你们收两个，哇，我左右手，主席啊，抢我！七本三人刀功混身术。刀功混身术闹什么样？今日我昆仑元人无点绝招，互你看，你也唔知影讲元人的厉害到什么程度啦。注意，阴阳混身功呀！无啥样，入魂一撇术呀！安尼好，是太极运行功呀！请自首哩！在这个时阵，以我温世主的看法，胜败计分呢。昆仑四祖，如果继续战落去，你一定败在昆仑元人之手，反入你的性命危险啊！希望你改邪归正，既往不咎，未知你主见如何呢？果然如此。好，我昆仑四祖承认失败在昆仑元人之手下。收来！哦，你承认失败，安尼就无代志啊！哈，你做毒，你这阴谋者哈，你无甲你公事，要哪样哩？小等下，圣经请勿动手。你食菜人嘛是大慈大悲，现在已经改邪归正，所以一句话伫你讲啊：知过必改，善莫大焉。烟哦，有咩气甲规个鼻孔拢出烟啦？安尼你就煞哈？你若要改邪归正，规咧就煞，以后你若搁做歹代志，看要安怎？安尼这边才会当相信啊！你眼头，敢唔敢？哦，你来准讲这边真好只。迄六合因师傅，迄8个三大名师，拢咧看尔呢，唔敢出手呢。迄若阮3个人出手咧到地，你是365个才走出去啊！若阮老大出手啊，你就像咧杀水鸡安尼，啪，稳死的。是啦，
圣经你也免见过，各位先辈都有啊，大家莫见过。好，我就做恁听。我昆仑四祖从今以后特别替阮青山，俗事拢做无插，对着毕中毕即个作战我都无参加，也我绝对特地受用。假使我若是出来闹官风尘啊，阮死在啊！命我个人就算唔敢救你啊！你看，毋是啦，我在想看要救啥物较好哩咧。我你讲，若搁出来管刑事，搁来做歹代志，冤死在金王子的剑下，安尼人就爽了。是，我若是搁出来做歹代志，坐监刑狱，冤死在金王子的刀下。安尼好，安尼有听哦。以后你若搁做歹代志你是巧去哦。是啦，本山人闭门下客啦，过时请了。是，这也是带念平平是昆仑修引的道行啦。圣经，你最近好无？真好玩哦！讲落到底哦，我都生病。是怎样是？阮社主啊，你的徒弟六合是怎样是？是啊。哈？我的徒弟六合，叫什么人拍死？叫个毕中毕去行前补助船啊，头壳叫斩将伊。什么？徒弟，你是个苦惨万分啊！我徒啊，六合先师，徒弟啊，徒弟，我社主啊！靠背啊！你命我鬼！你们咧哭，你安怎叫啥啊？你们爱哭？我哪爱靠你？大家都爱哭，你六合神书死无靠要哪样哩？我爱靠啊！好啊，别大声。我徒啊！三大兵师啊，刚好都昆仑官人，他六合神书死去哦，伊迄个身躯都叫迄个盖官定论阎王赛专来甲收死，甲收死的同时啊，我算咧躲避避中避，所以袂当甲伊收死。我对六合神书真歹势，当阎王赛将尸体毋知拖去倒位啊啦，咱即马都爱甲服侍一个神旨，甲伊的灵位，安尼才对得起六合神书。六合神书做人真都爱国，我真有效，对朋友我真有义。我讲袂出来啦。是啦，圣经，回转南城，安排我的徒弟的灵堂，大家来甲伊吊丧吧。对啦，安尼对啦，转个南城准备灵堂。乌鹰甲爱鹅约会乌心林咯。两匹的男子汉，两匹的男子汉，男儿志趣相关，两匹的家人无同款，捌心头乱，捌心超烦，无见管别人，也无见互人管。快快乐乐的人生观，每日两撇喙手连贯贯，两撇的男子汉，不知什么叫做怨叹，不知什么叫做困难，人生海海那迷茫，荣华富贵。无稀罕，身体臃肿头一层。两匹的无简单，两匹的男子汉。悲欢离合，这是世所难免，甜酸苦涩也无可避免。爱奴，你也历真沧桑了。是，真不属于。为什么毕中毕
人都不杀你的性命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以前是毋是我那甲这乌道分子伫咧斗阵的人呢？吼吼，引起你的疑问吗？这是我这个三更被他挂破的时阵，你可能看到我的真面目。你的面目甲阿霸王有10分的亲像，但是你声声句句讲你就是北海乌鹰，你毋是阿霸王，我要如何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难怪讲你在误里误中呢。爱奴，如果你爱了解我的身世，等来到乌森林，你真相就大白了。你我两人的斗阵，我想着要甲你求婚，可是你就是阿霸王的爱人，因此我也无可能向你求婚啦。如果你若是要当作我是阿霸王，要来甲我结亲，我嘛无嫌呢。点去！只要你承认你是阿霸王，咱两人都是会当白头偕老。你若是乌鹰，咱两人是无缘啊。果然如此。正是。等下到乌森林，真相就大白咯。稍等下，当时的白金铁沙乡，你甲住喺倒位？南城为国，白金铁沙乡，我甲带等于乌森林，互内中的猿人咧甲伊请用，可能伊的武功也练真好才对啊。爱奴，乌森林是一个非常恐怖、非常惊人的地方，但是你毋免惊，你一定要对我来去。咱来早做毕中鼻的头前，倒转来到乌森林，安尼才袂去中到毕中鼻之毒。果然这代正是。阿霸王带路，小等下，乌鹰啦，乌鹰带路啊！对这来。朱仙家盖棺论定阎王赛，将赵六合的尸体带入这个霸关机密门。为后，沙漠怪客定得要探出秘密。我落，啊！迄个门锁敢要关起来，我靠！啊，他们安怎就好了？哎呦，哎呀，这门帘佫写得袂歹了，写一个先入午门心得安，恶入午门体无残。哇！门头顶的大牌匾佫写一个霸关机密文呢。啊，这两个门饰板佫修饰，这修饰写得佫袂歹呢。阎王本无形，地狱事反映，善恶得报应，随流本上明。嘿嘿，啊那这个绿盒唔知真呀假？啊，施足一英雄好汉，拢总拖来伫这个所在。也我若无甲拍开门，就要甲看一个较详细的，安尼唔是叫做沙漠怪客了。我母啊，啊我可，啊门一个要甲拍开，一道迄个阴光全甲甲旋出来，我家好佳哉讲我若练淡薄，也若无一声全好势咯。袂用你唔发力气，我嘛是要力个。啊，你强强我嘛是强强买。啊，你买我也买，你我也买。我若无探出六合仙书的真相，安尼对天下人是无可交代了。
心腹，不畏艰难，消灭八龙，对查国事。功在国家，自身负责，转战妖魂，殲灭暴君，解救魔方国中无数生灵。海顿城前千万期盼，为你实现。奇迹说服瓦拉达旦和平相处，又为你切义眼接触宣传强中。唯独阿爸王防护罗庙，你为仁义多数不顾，乌何又怀心目？而天之良在，你小强。竟使我气节，你这书行略德、略武、略法，先后为难，略行略根，气象未明。今日这，你也使我而去，哦吼，为师气莫记朽，何不将你之气啊？然以德未正，重新翘首。我举剑借你誓赌恰我，为你完成未遂之志，纵你天山之巅，望哭天涯，天秋地惨，草木寒悲。你这起有精英，埋葬于地下者，必化为金玉之精，永存众人心中。哦吼，是也，明也。为师不堪矣，夜正中下风瑟瑟，鸟无声下山切切。六合，你这英灵有志，定随你师消灭妖魂，解救众多生灵矣。哦吼，我道爱在六合，魂血归来，复为上香。我懂。各位同志，咱爱化悲痛为力量，要倾力消灭乱世匪党。咱只有团结才有出路，只有灭匪才有前途啦！希望各位同志积极行动吧！好，行动！血型弩者，入在着天心桥头，伫咧等候有为的人来接掌着这支神剑。桥卡金王子将着这个桥卡的所在渐渐爬起来咯。哦，迄唔知偌深咧。因为跋落吼沙拢无靠身，蒙雾大条咧，因为直直空，好加再叫我空起来。哇！金光万道随气压压。哦，迄个老仙角搁举一支宝剑呢，迄支宝剑是要互我的心。老仙角你是神，也是人，也是鬼。点点拢袂回答，我要起来哦！啊，你支宝剑给我一定有可能伤杀到这个万恶的罪人比中比啦！等我下，我要起来，敢真正讲我有影爬袂起你心啊？我敢无够迄个道英心？我无够迄个资格心，爱气死人！难道你唔知讲我是昆仑元人第一文人吗？我金王子呢？天涯5块我都会当过咯，何说一个天心桥？对啦，好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啦！过来。
黄门之子，两国独君主，听着，现有文美国乌老人，现雷文魔国现清主，恁三县文之子听我详细。现在朱仙家盖棺论定阎王师，始终六合的尸首摆装了。到底这个六合是真是假，无理无中。希望恁三县门照我一场地图进行，到北关机密门调查这个详细，不得为命。来人啊！全体对北关机密门出发。恁这资深家，你嘛都爱看讲我是什么款人？我种个好人俩。恁这个门帘啊，写着先入我门心得安，恶入我门体无残。我好人，你甲拍都无意思咯咧，对？这单秘密啊调查无出，对天下人都袂当交代咯，对？阎罗王啊，参详你啊，我话你吧，吼。好了，四面拢袂服，三教主入来读，认真。我大声。安尼看得要踏入这个门真困难的款呢，三个拢总准备甲冲入来用枪的啦。哦。自称胜利者的毕中弼洋洋得意，也苦果来临。什么人？到底什么人？用一款无名的手段？天民出来决斗，回民出来吧！万恶的大罪魁毕中弼难逃定性啦！众神甲之所强烈，特别收拾万恶的罪者毕中弼，结果如何？请看续集。